我係陳建斌，今日嚟睇《牡丹亭驚夢》，咁就好開心啊！咁啊好精彩，除咗都係老倌啊、嗰啲粵劇嘅名伶啊、新秀咧，同埋一啲好多嘅舞蹈員啊、玉柱啊、顏角咧，都係相當之落力演出。頭先聽佢講話咧，籌備咗1年嘅，包括佈景啊、服裝、音樂等等都係重新設計過嘅。咁我最欣賞嘅地方咧，佢用咗一啲舞台劇嘅製作人員、舞台美術設計師，我覺得咧一個係好好嘅一個業界嘅合作。咁我哋希望粵劇佢哋就能夠創出一個新嘅局面。大家好，我係邱騰華，今日好開心咧，可以喺戲曲中心欣賞家傳戶曉嘅劇目，但係重新演繹《牡丹亭驚夢》。喺舞台設計、佈景、燈光，以至所有嘅演員咧，都可以話出心出力，十分專業同埋係具備水準嘅演出。希望可以將來有更加多劇目咧，可以透過呢個粵劇藝術團咧，可以喺度演出。我係斐濟名譽領事李宇大，今日咧我就參觀咗香港粵劇藝術團《牡丹亭驚夢》，咁我覺得咧佢哋演出得相當精彩，由頭至尾絕無冷場。咁我亦都係由開場一路睇到散場，好欣賞啦。咁呢個故事咧，我哋以前都聽過下，節戲睇過，但係全劇係第一次，尤其是末段咧係覺得最精彩。佢哋做得好認真，每次演出都係全場滿座嘅，咁我會向大家推介。